最近長途巴士啊咁多意外啊，你會唔會失去信心啊？我哋一齊探討下。你會坐長途巴士冇呢？啲人就多咯，叫佢上車人係先睇個車打一車靚唔靚先咯，都唔靚都唔可以喎。冇人搭巴士，而家啲巴士好多人驚啊！佢哋好多話攞人嘅命嚟搞搞。而家啲人揸車好多人驚，冇講巴士啊、羅哩啊、車仔都係一樣，尤其喺摩多啊，仲得人驚。左攝右攝你害到人哋啊，自己死冇咗可能啊，冇你累人哋啊。而且個馬來西亞保護過多嘅，明明喺沙拿都話我哋車沙拿嘅，有一個馬來人喺碰死我哋啊，講我沙拿。有裝車驚都冇用，影唔到㗎嘛。有火車就坐火車啦，從來唔坐巴士，我坐火車嘅，搭巴士好麻煩啊，火車一下就到。又平，我坐火車嘅。上一年紀嘅人啊，因為我哋有急啊，方便啊。依家搭火車都 OK 嘛。我肯定唔錯咯。點解危險？第二個路程睇去邊度咯，好似去新加坡咁遠，要算背痛，政府一定要搞掂晒佢哋，一路搞手機，一路瞌眼瞓，一路揸車嗰啲先咯。佢哋選擇搭地鐵咯，起碼風險比較少啲，冇開飛啦，佢哋先至會選擇巴士車咯。應該係司機要負責啊，定係公司要負責啊？應該係公司咯。司機啊，你公司你請人唔不燙啊，司機唔得，你就係 cut 咗佢。你請唔到人，你僱用佢啊，你用佢死你自己咯。因為以前啊，好多人堂揸嘅，工錢低又做唔到錢，所以好多買人啊、經人啊去揸咯，一味愛快咯，趕住下一堂咯，或者佢哋啊食開嗰啲揸唔死嘅嘢啊，我哋就唔知道，攞啲人命嚟搞飛，淨係睇飛波嗰啲就係有左右角右角巴士都一樣。起碼 training 都係一兩年，你就知道嗰啲 law 係點咯。你照規照 law 行下，一真係唔會死咁多人。馬嘅交通意外，你全世界有名嘅，你趕住佢又唔得，你看佢又唔得，你犯規人哋啊看你噶嘛，啱冇？佢又唔得，如果打人公司車啦，係咪？梗係公司一定我選擇咯。你哋都冇理佢，不過依家請人又咁艱難咯。而家嗰啲人三文有乜鬼嘢都有，而家有啲仲吸毒嘅添，公司有大責任㗎，消費者就慘咯。兩個都有責任嚟請佢噶嘛。巴士司機得唔得走多幾個 trip 係你公司批噶嘛。公司又要慳錢，你少請一個人，你又要個司機做一百巴士都冇可能。係應該揾跟住一個司機咯，喺度中眼瞓，你咪叫佢換人咯，或者同佢傾偈咯。每一堂都要兩個司機嘅，請多個唔該，咁樣可以製造多啲工作機會俾本地人啊。係啊，事情發生開，你哋先去檢討。無論你大車細車攞啲咩都好，你都係有檢討性㗎嘛，你預防。公司肯出嚟，我哋將一條條例，萬一真係有咩事，有咩事我哋賠晒，我哋包晒，係咪唔同咧？賠償咗之餘，政府都要俾一個好緊要嚴謹嘅 fine 或者一個，似你咁講，不如抌死公司啦，做咩一定要抌死司機咧？你司機從邊度嚟？從你公司嚟嘛。所以其實做工嘅人係你唔可以怪晒你。揸巴士車同揸車唔同㗎，揸巴士都好困難下㗎。無論你大車細車，你揸車都係唔可以搞定嘅。身為呢啲公共交通嘅司機，一定要有一個概念，40個人喺你手上。等到好似飛機師一樣啊，一架飛機300幾個乘客，喺你工作嘅時候，你有專注，我休息夠唔夠啊？跟住你嘅情緒各方面啊，家庭係乜嘢，生理心理都做。長途旅行啊，你會用咩交通工具啊？方便留言啊！如果中意嘅朋友記得 like share follow 啊！拜。如果你想打廣告，就揾我哋 MyEbot，我哋有包括 Facebook、Instagram、TikTok 同小紅書，可以將你嘅品牌更加突出、更加曝光。